吃饭呢。啊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今天不太饿，可能上班有点累，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，去歇会儿吧。奶奶您慢吃啊。哎，好。真不吃了？哎，我怎么看着锦溪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惹她了？哪能啊？我怎么能惹她呀？锦溪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哎，奶奶，我知道，现在她有您罩着，我哪敢惹她呀？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？赶紧给她换点好点的工作吧，要不然人知道了，那咱们顾家多没面子啊！我知道了，回头我就安排。来，吃个鸡腿。好。贺锦溪啊，贺锦溪，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才能让顾西城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呢？啊，烦死了！何小姐，你委托我查的资料，我已经查到了。你放心，只要资料属实，钱立即到账。你们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都不用去当地调查。你说的那个方式啊，已经 out 了。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。想查这种普通人，对于我们来说 ，so easy。这位小姐从小到大的简历基本上都在这儿了。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，她曾经有一位相爱多年的男朋友，两个人似乎是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，经常喜欢秀恩爱。不过，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顾家继承人的选妻大赛，倒是付出了很多。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，翻，停，就那一张。根据上面的資料顯示，她曾經做過流產手術，回來以後沒幾天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。現在的女人呢，真的是虛榮。